天气这个冷，有袂少人都会安尼骹尾、手尾冷叽叽，人较会亚神，甚至阁会过敏、气喘过来落屎。讲这就是体内的阳气不足，所以爱来使用到398来温暖经络、通咱的血路，帮助身躯抵抗着寒冷的天气。咱较常常听到3伏打，较罕你听到398。中医师讲，这398就是传统的医学针对虚寒性的疾病一种保养的方法。湿冷天气，冷风一个吹，大家穿甲敢若肉粽咧。袂少人拄到这款湿冷的天气，骹手对冰冷，阁有可能出现过敏，也是气骨喘，有的会落瀉。中医师表示讲，人体受到环境影响。日常生活爱随四季的改变来调整。有一句话是春夏养阳3伏治其本，秋冬养阴3九治其标。它其实就是在说的，就是这个顺时养生的应用啦哈。而且这开39天是一年上寒的时阵，为当地算起第1个、第9天称之为19，每隔9天一个阶段。过来是29甲39，拄到39的时，阳气不足的人都要互体内较温暖的。那我们使用这个39贴去敷贴它的穴位呢，就可以让这个症状缓解。我们39贴里面是用的是一些温热的药材。所以398是传统医学对着虚寒性疾病保养办法，属于中医外治法的穴位大法，以温经通络的辅助，互身体会使抵抗寒冬。